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16日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蔡英文总统和网络的红人波特王翕一支影片，结果对方打是由中国迄边业主解除契约。远东航空宣布停飞，劳动部嘛派人针对远航董事长手下的企业，落去了解财务的状况。去年幼儿生产了无顺时过身，和产妇伫咧捡囝的过程中无去的比例，拢是10当来上界悬。观众朋友，咱今来了解顶日啊，蔡英文总统落南去到高雄采访一间网络媒体创新的产业。迄间公司有广告出一个网络的红人，叫做 Porter 王，伊嘛和总统翕一支影片。结果中国迄边嘛委托 Porter 王拍片斗宣传的业主，竟然甲伊喊讲：啊，你叫伊总统就是大不该，就安尼来和高雄 Porter 王这间公司解除契约。第一时间看到很不舒服，是第一个他用命令的口气，第二个是总统2个字不能讲，这个在我受了教育的认知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对。所以他们的要求是希望下架。删掉，我们的账号是被弄走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不是什么影响不影响的问题，是我们就没办法经营了。这短短3天，波特王这支和总统做伙翕的影片，已经让观众点落去看超过300万摆。不过因为影片内底伊称呼总统蔡英文总统这2字，所以引起中国迄边业主中国科技公司要求要和因解除契约，佮将因伫咧中国所设的网络顶头通讯软体密码嘛改掉。互因无再条阁经营落去，总是这间中国科技公司有来发表声明，讲要强烈谴责 Porter 王这款无适当的机智行动，嘛即时解除韩民中间所有的合作。谢谢。咱过来看蔡英文总统，佮再针对旅游的政策放好料的出来。虽然中国近来禁止因的国民来台湾，不过按起来，外国人客的总数是无去减掉。未来嘛会将交通部观光局升起来做观光署。规心来带动旅游产业的价值。另外，蔡总统嘛讲起波特王的代志，正就是表明讲政治还政治，经济还经济，这是绝对无可能。总统蔡英文16号出席全国观光政策发展会议，强调政府拍拼做观光产业转型，要求来台为44%降到24%，也不过整体来台观光旅游的人数并不减少，也抛出政策牛肉，要将交通部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创造台湾观光挑以上的standard。至于总统甲网红波特王的影片，因为讲到总统和波特王被中国商业合作封杀。蔡总统是表达休庭。如果连台湾总统在影片上都不可以聊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民主自由跟我们所大家共同珍惜的价值是一个很大的违背跟违反。在中国确实没有所谓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这件事情了。蔡总统再次表示，台湾社会受到中国渗透哪来哪严重，希望反渗透法会当量早立法，保护台湾会当依法有据。对于台北市长郭文哲杠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一直拍高雄3000亿的债务，被解读是助选韩国瑜。蔡英文无安尼认为，也趁机会替高雄人对不起人民风波机会。是这样解释的吗？高雄市的在菊姐执政的12年的期间，其实进步的非常的多。真正对不起人民，高雄人呢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愿意实现承诺的人。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落南高雄帮忙辅选，对被南亚指控，要甲中国国台办主任会面，赖清德再次表示是误会。他可能是误会了啦，我没有。民进党不管哪一位人士前往中国，跟国民党前往中国的形式跟发言的内容都截然不同。赖清德批评国民党前往中国无法度传达人民的心声，也损害台湾的主权，强调民进党的人是代表人民的心声，维持台湾尊严。随着选战瓦近，固定赢毋那是互相的批评，也要捧出政策牛肉游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这边昨深更韩国瑜嘛有用网络直播，讲要支持波特王。伊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王千秋对日军的攻击是拢无停，早起伊先调民进党，调一个咧卡高雄市要去爱情摩天轮这条案。
搁在批评民进党咧执政，把他票是开袂少。另外朱立伦宣布讲，国民党要整合党部和公职，成立一帮领航舰队，表现出团结的气势。用开女性的方式，伫咧网络正强的波特王，甲总统蔡英文做伙翕相片参访新创公司。不过，即阵却传出，因为伫咧影片内底，波特王叫蔡英文一声总统，结果去互中国厂商要求爱抬掉。波特王也要担任高雄观光的代言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是开直播挺波特王。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我觉得，如果波特王因为采访了蔡英文总统，使得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我也呼吁，千万这些厂商不要这样做。韩国瑜表态挺波特王，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是火力全开，发言人王千秋16上广播节目批评民进党中央卡高雄爱情摩天轮这个 case。那你们这一次送了没嘛？当然送了嘛，送的是新的爱情摩天轮，就是有7家公司，他已经公布照片了。港务公司、港务局跟高雄市政府要签订3方协议书，在6月就已经协议完成了，过了半年，现在打回来说要发回重练，要做重新的国土规划。王千秋甲爱情摩天轮卡关的理由，伫咧记者会顶头，搁再重新交代好清楚。同一个时阵，搁批评民进党执政3年开一堆巴拉票，搁等等。问讲，民进党敢唔免因为安尼会失利咧？那担任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的朱立伦宣布成立跨领域的航政队，要营造国民党团结的气势。整合党部跟中央的竞总，以及我们跟各地方县市以及79个区域立委，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整合起来。化为最大的力量。选战是愈拍愈热，国民党甲炮火上阵，民进党也要顾家己的形象，打造党内团结，拼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先来关心香港。香港区议会选举落幕了后，警方和民众中间冲突哪像有较减。不过，昨伫咧游行抗议的现场，双方又开始起卡动手。现场有媒体人员去胡椒喷雾触甲规面，警方甚至佫举棍对伊的头壳喊落去。尤其中一个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派出来的记者，是用催泪弹弹到正蕊的目睭。防暴警察无警向伫白色木马顶头搭着 press 的记者，正歪距离喷胡椒喷剂，要各界压制到边啊，用警棍一直甲拍。香港有民众伫19再度发动示威行动，甲警方发生冲突。其中有几多位记者伫咧现场被警察暴力对待。香港浸会大学讲，有记者伫咧旺角波兰街被催泪弹射到，正边的目眶受伤流血，护目镜也被破坏。經過檢查了，證實是面的骨頭掉青。冇舉旗嘅情況下，施放催淚彈。伊講，迄當陣行在路的即個村記者加急救人員，即個警方是針對這兩類人開槍。另外一個防暴警察將入去一間餐廳內面逮捕市民。記者要去翕的時陣，一個警察用手堵走，佮擊弄着伊的相機，造成伊的鼻仔受傷。自從頂個月香港區議會選舉順利結束了，在最近3禮拜警民衝突發生的機會降低，不過在禮拜煙霧閣再衝出來，傳出講警方用警棍、一個胡椒噴劑來壓制示威者，一個幾多個人被逮捕。香港社會繼續動盪。特首林鄭月娥在頂禮拜六到北京述職，伊這邊到北京，上主要是16、8月會分別會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加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匯報香港嘅政經加社會方面嘅上新情形。記者綜合報道。香港講完，咱來看中國。中國嘅中央電視台本地有咧宣布英國超級卡球聯賽，不過早日煞雄將兵工廠這隊有出陣嘅比賽攏擋起來。原因就是兵工廠這隊內底有一個按德國請來嘅卡球明星奧爾，伊批評中國政府將上百萬嘅維吾爾人關押起來。總是兵工廠這隊嘛表明講，奧爾嘅話是代表伊個人而已，球隊是無插政治嘅代誌。中國央視伫16透早本來要播出英超的兵工廠加曼聯的比賽，總部有經會改播其他隊的比賽。根據中國媒體《環球時報》報道，央視會做這種決定，是因為兵工廠的傭兵272 13伫咧個人的 IG 打文，批評中國大規模關押新疆維吾爾族的穆斯林，
并且认为无苏林族群无应该对维族的做法点点点。环球时报指讲272的言论比 NBA 听香港的会前队总管莫雷也更加恶劣。他应该对自己的职业负责，少发表这些对其他国家这种不利，对其他尤其是这种激起这种民族之间这种仇恨的这样的一种言论。272所属的兵工厂伫14号早伫咧微博发布官方声明，讲272发言的内容是伊个人的观点。兵工厂是一支骹球俱乐部，一向无涉入政治。272是土耳其移民的后代，也是一位穆斯林，伫咧德国出世大汉，不过一直拢甲土耳其保持正好的关系。这个大文传出来了后，就是伫咧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维吾尔族的社区。有居民做伙声援272，并且谴责中国对维族的手段。目前是唔知影中国勇士停止转播兵工厂的比赛，只是暂停这一场，也是更较多。中国是以反恐为理由设立在教育营。根据联合国家人权团体估计，有超过100万的维族穆斯林，也有其他少数族群的穆斯林，而且中国自头到尾拢否认有违反人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继续等来关心远东航空宣布停飞的代志。到今，远东航空已经登记3万几笔的退票。主管机关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嘛要求远东袂用得干那受理人来登记，无提出赔偿的办法。劳动部当嘛已经派人针对远东航空董事长张光伟手下12间企业，大声落去了解财务的状况，阁有新落的工资敢有照起工来发放。松山机场国内线远航的班机一律显示取消。远航13号停飞，目前已经受理3万多笔退票登记，500名滞留伫海外的旅客。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已经伫15号拜日疏运完成。虽然我们有成立了消费者信托基金的专户，那政府也会确保这些赔偿能够落实，可是远航不能够两手一摊，放着这一些已经卖出去的票，现在只是登记，而没有马上进行赔偿。针对退票，林佳龙答应会监督赔偿事宜。春节疏运方面，也将会协调其他航空公司增派离岛班机，以及寻求军方协助，并且表示远航无预警停飞的事实，被伫短期改变。董事长兼总经理，实质又是财务长，那可以心情不好。关机，就让整个公司运转失控。远航是停飞中，这个事实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林佳龙也批评远航，袂当一个讲停飞，一个讲是两公事件。若无安怎面对9000名的员工？远航董事长张光辉旗下有几啊间的企业，劳动部这项署自即礼拜起有警性入场查访化成开发。华福五路事业等公司以及旅行社建设公司，甲将伫年底要停止营业的华社商旅，以了解财务甲最近2个月工资的发放改变定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张光伟顶礼拜出面讲有10亿的资金年米就会到地，毋过放款予远东航空上届济合作金库，嘛是已经向法院申请，要针对远东航空提出假扣押。总是合作金库的雷仲德董事长嘛表示讲，同款是望因会当搁再好好经营落去，唔通行到拍卖担保品这一步啦。顶礼拜，远东航空无丢伫停飞事件，而且逼出债务危机，因为远航甲真侪间银行贷款，其中合作金库是上大的借款银行，都有22亿外。早起真侪立委伫咧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疑，合作金库无依据借款人、借款目的、借款来源、借款确保，还有授信联盟等等银行授信误批的原则来核贷，有外力介入。他的营运也不是那么好，还款来源也有问题。好。债权确保有没有问题？因为安泰借给他的时候还在重整的过程呐，那我们借给他的时间他已经重整完成，而且大概整个营收大概稳定在成长，可能这个原因嘿。合作金库表示，顶礼拜代志发生了后，就随找远航，而且伫第一时间采取相关借款确保的动作。目前已经向法院申请对远航的假扣押，预计7天以内第当去国税局查掉借保人的清单。毋过若是真正甲远航所讲的同款，最近这几天资金会入来，合作金库嘛无
无希望讲行拍卖抵押的定数。另外，立委嘛讲，2017年民学局会计师对原行查核了后，认为原行继续经营有疑虑，佮函转予金管会。毋过金管会公布并提出指示，合作金库所办的授信业务应该照定受关节自主评估。这个金管会敢是伫替原行背书？银行停灰啊，又爆发出财务危机。那你们认为是公股管理疏失，还是金融监理的漏洞？之前我们已经有做过相关的检查，一些关系人交易，我们有促进密集改善。郭立雄强调讲，金管会进前对合作金库的原行授信案做过相关的调查，检查结果无涉及不法，敢若是作业方面有疏失。合作金库伫咧贷款了的管理工作面顶嘛有疏失，已经要求改善。了后金管会会继续来关心原行授信案的借款确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这么大间的公司要继续经营好行，还是要冻定？有影话袂使蓝三讲。顶日内政部的处长陈宗彦，伊公开讲，政党票若当小党是会拍算。虽然连面就伫咧 Facebook 回实的，毋过早起新党嘛是去台北地检署提出告诉，讲陈处长违反选罢法，讲出有意使人未当选的话语。另外国民党和时代力量这两党嘛有直讲陈宗彦失言，就是爱落台咯。新党部分区立法会员候选人柯协加发言人王炳忠，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因为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彦几工前为民进党辅选时阵，公开讲政党票投互小党是浪费选票，互要看到民进党就该登落去，认为伊这是违反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陈宗彦是当场公众的做这种不正当的发言。他把小党当什么？民主政治有分大党小党吗？为什么票投给小党叫浪费？对这件代志，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彦伫 FB 大文道歉，讲作为政务官，虽然是经伫咧非公务时间参加辅选活动，不过发言确实是无啥妥当。就国民党是无接受，开记者会要求陈宗彦下台负责。作为选举罢免法的主管机关的政务次长，竟然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要求他下台负责。政务官在公务时间以外进行这个助选的活动我们都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那我们也会特别注意那个各项的这个发言。陈宗彦这款话除了国民党骂，也引发了其他党团的不满。时代力量主席徐永平也批评民进党投票无伫攻占立法院。陈宗彦应该家己知影正题，讲伊应该下台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国民党市长所讲的话，那像嘛引人议论，因为连续几6天拢将话讲对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陈菊遐去，批评讲陈菊咧做市长的时，互高雄市负债3000亿。这是互民进党咧怀疑讲，郭市长分明就是暗中咧做韩国瑜双人要割出一条战线早起国民党讲，伊无挖过一边，是民进党家己爱实在去面对去年高雄市选输到底是虾米款的问题所在，安尼才对。台北市南港星期三夜自录 BOT 案开工典礼，台北市长郭文摕接过菜头，希望工程顺利。唔知影敢是玛丽下院以成立台湾民众党第2020立委选举会当开出暗盘，为了优待民众党的声势，郭文摕这几天拢伊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互高雄欠少37亿。总统蔡英文嘛讲，陈菊之前12年高雄的进步，大家拢看会到，但是郭文摕煞是批评拢无咧客气。去年在高雄选举会输成这个样子，还是要诚实的面对问题啊！我不喜欢民进党这种当鸵鸟的战术。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高雄会输成这个样子？民众党认为，早伫去年高雄市府已经公开说明债务的问题，但是郭文摕一直咧讲这件代志，质疑伊的用意是要暗中助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阁有风声讲，韩国瑜甲郭文摕的合作当日形成。两华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嘛发文批评，韩国瑜的烂完全暗过郭文摕的恶，有一种邪恶叫做超越能力。郭文摕硬讲，卖用选举语言。不要选举语言嘛，我就讲过啊，你就陈局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干得好本来就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嘛，废话，就是干不好啊，所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嘛，诚实面对，这样就好了。我都帮他的标题下，用那个小英当选嘛，台湾要赢嘛，你知道台湾要赢，换成闽南话变成台湾的赢啊。
想要伫哪里两大党内底找出生存的空间，国民提先锁定国会释出加强批评的日头。为批评民进党开始，伊认为目前总统大选对民进党有利，民进党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伫国会过半，同时提醒选民，去年大选台湾上大党是讨厌民进党。记者郭灿、王兴中台北报道。总是选举嘛是一款运动，拢着爱公平竞争，争取胜利。咱国运动选手昨伫咧国际上羽毛球和乒乓的比赛，可惜拢无摕到冠军。乒乓的男子双打是输中国排第2，羽毛球的世界球后戴资颖又原来是失误有较侪，战输中国的高手陈雨菲，这回敢若摕到亚军。杜宾甲这边两个对角的杀球，拍下对手是袂好反应。羽球世界球后戴资颖年终赛冠军战对中国的陈雨菲，先是21比12摕到第一局，掩讲输落来，小戴胜功伤过侪，第2、第3局拢出现连续6分的情形，伫后壁一直立，伫决胜局有立到1分差，掩过真可惜也是无成功。最后戴资颖12比21、17比21，和对手连续抢2局，无缘摕缔造赛事纪录的第3冠。他的水准提升了非常的多吧，然后在每次跟他对打的过程都是很难又更难。那今天其实，在打的时候他相当的稳定。那我在场上，因为今天风势稍微再比前几天再更大了一些，我觉得在这掌握上面，出了一些状况，那恢复的比较慢。伫赛前戴资颖的积分，只敢领先世界排名第2的陈雨菲210分。这场比赛就变做球后争夺战。即马陈雨菲伫这礼拜上升的世界排名是登上球后的宝座。另外，台湾的男双王麒麟加李勇的组合，伫4强战以14比21、9比21，输给印尼世锦赛金牌组合，无法度入决赛。不过已经是力比去年王麒麟加陈凤麟拍入去4强的上好成绩。另外，男单第8种子的王子维，虽然伫咧总决赛输给这卖球王头前先导，依然是咱国23年来第一位拍入去男单4强的选手。要被拼冠军的，也有台湾的桌球男双组合林文罗加廖定廷，伫年终赛一路过关斩将，拍入去决赛。这边对着中国组合的时阵，伫前2局领先时阵，无法度一边就该摕来，颠倒互对手变盘，变做输赢的关键。虽然输球摕到银牌，依然是入边对数年终赛男双的上好成绩。上后的武器球和对手拢讲袂着。今年投出生涯年成绩的投手科尔，甲纽约洋基达成9年3.24亿美金，差不多台币100亿的投出史上上大合约。新主总大家平均年薪3600万美金，拢是大联盟投手的新纪录。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讲台中一个男性，今年9月伫咧平湖耍水底娱乐，就是坐伫咧灌空气的塑胶壳顶，互人用船拖咧行，结果伫咧水内飞起咧半楼悬，摔落海底，颔棍搁下骹规身躯雪住安尼，全无知觉。原来就是两边的椎间盘刺激一个去抵着神经。医师嘛讲，颔棍即在的两棍，若是冲击了过头，骨质也是半碎都拢会，咱着爱真注意。虽然经过复健，张先生的镜头啊，还是无法度存落地，就连行路嘛一摆一摆。伊讲会使捡回一名，会使讲是真加载，安那嘛无想到，到朋友来耍水上脱衣甜甜圈，说出了意外。手没有力就整个就被甩出去，趴在那个水面上的时候，就是没有知觉啦。想翻身也没有办法翻身的。就是这个水上甜甜圈的活动，张先生表示，落海之前佢被海了几啊遍，拖顺了国加速度来一个大甩尾，伊被等去半站流悬了后落海，阿妈棍一下就无知觉，紧急送医了后，发现是椎间盘有2节碰出来，回到台湾本岛进行后续医疗，罹患人工的椎间盘。医师表示，落水瞬间冲击力度伤过大，严重可能造成阿妈棍的骨折。最高就是说看病人。他落水形式，那因为张先生他的头部先落水，颈椎骨折，造成呼吸衰竭、四肢瘫痪。由于受伤的椎间盘压迫到神经，张先生必须经过卧力复健，行路嘛要重新适应。虽然经过4个月的复健，到目前无法度行动自如。医师表示，阿妈佫会使承受头部的重量，只有体重的1/10，瞬间落水压力，会使得阿妈棍受伤。物理老师经过计算，瞬间的力量，更加可能超过100公斤。如果姿势不对，那直接那个海水直接往那个颈椎的地方来的话，如果你把全身的冲击力集中在脖子上的话，一样会受到
影像的力量。吴迪老师表示，因为落水注射甲海影杀嘅力量，就会加上集中伫阿妈棍的压力，医师提醒，参像安尼高冲击的水上活动，若是阿妈棍受到伤害，都会产生后遗症。建议伫进行之前，应该先评估安全性。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来看妇产科上届新的统计，去年中间平均测1000个幼婴啊，伫咧生产的过程中有超过4个会生了无顺序来过身，啊10万个产妇内底也有超过12个会伫捡囝的过程中不幸来无去，这两项拢是10当来上界悬的比例。妇产科医师是讲，主要就是现代人生产都降低，尤其高龄产妇又搁济，才会发生意外机会嘛，率啊会较低。晚结婚慢生囝的人是愈来愈多。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女性生头一体平均年岁伫咧30.9岁，若是超过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10年以来是增加1.59倍。妇产科医师表示，产妇的年岁愈悬，囡仔失产还有早产的几率嘛较悬。有可能因为从胎盘吸收到比较少的一个养分，胎儿产生胎儿窘迫或者是早产的机会也一般年龄的妇女还要再高。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数据，2018年红婴的死亡率每1000外产是4.2，若是产妇的死亡率每10万的外产是12.2，两项拢创10年以来的纪录。其中产妇的死亡率更是2001年以来上悬的。希望能够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同时，其实会发现很多跟周产期因素相关，孕妇的这一块开始做所谓的照护的提升。妇产科医师表示，产妇生产的过程当中死亡的案件，31岁到45岁就占82%，其中是羊水塌的占上侪，超过60成以上。第二是产后病血，还有血管塌掉的。那因为在前面头呢就被挡住了，那羊水出不来，那这些栓塞进到血管里面会引起母亲的强烈的这种过敏反应，这细胞数一上升，那她的血压就会下降，血液凝固就不好。妇产科医师表示，台湾产妇的死亡率比韩国、新加坡、英国、日本更较悬。除了高龄产妇增加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是生育率降低。卫福部强调讲，为着要降低产妇甲红婴仔伫咧生产过程当中的死亡率，甲妇产科医学会合作周产期的照护网，和高风险的产妇量早去周产期中心来生囝。有医疗团队斗3工来降低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小连线来看几条交通有牵连的新闻。来讲，台中市捷运电车的线路有计划要通去到彰化和大坑，毋过通彰化这线，县政府和市公所意见煞无共，计划嘛去互主管机关交通部退回。交通部当时要求台中市的市府、彰化县的县府和彰化市公所，都要三头两面大家协调好，才可重新提出申请的计划。台中捷运绿线明年底要通车。不过，绿线通甲彰化段煞出现变化。原本彰化县府甲台中市府讨论出来的路线，因为彰化市公所认为县府的规划无照全，伫交通部开的第2遍审查会议当中提出市公所的版本，原本的计划互交通部退回。那目前看起来，它并未走到东区的核心区，也就是没有服务到东区9万人口，所以对着东区扩大都市计划无真大的帮忙。林志贤认为，原本的规划除了无照顾到彰化市东区的民众，而且伫金马东路捷运绿线 G20站，嘛无甲彰化铁路高架化了后的金马站起做伙，造成班车无利便。不过，彰化县府嘛对彰化市公所的规划提出质疑。整个路线的长度会变长，那整个经费还要再跟台中市重新讨论。那再来，圣安路目前的路宽只有差不多6到8公尺。那整个我们捷运的路网需要道路的宽度，是将近要20公尺。彰化县府表示，捷运路线通甲彰化的规划，除了要互民众较利便，嘛要甲用地取得甲时间地点的可行性、困难度拢考虑入去。即马规划互退回，会阁甲台中市府、有彰化市公所进行协商，讨论出大家会当接受的方案，互捷运延伸的计划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看起来是一人一片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挖进新德县新丰的丰平磅坑北边的出口遮，和主要的路线相接的德1线这段路，早起开始要封路作业。不过有上百个在庄的民众去求北部抗议，讲德1线是地方联络的交通要道，封起来都要加扣一人真大人，这就是阻碍发展。众人拢反对封路，这嘛是一人一片里。毁灭村庄，毁灭村庄。
民众就抗议布条大声化工反对封路的口号。第61西滨公路经过新德关新方向红皮磅坑的北口，甲主线相交接的第一线道路口，因为考虑到完工了后的安全问题，所以要来进行封路的作业。毋过却引起当地民众不满抗争。没有封的话，我来对面大概30秒啦。如果封掉的话，我大概要花个20分钟哦。渔民、农民都要生活啊。那你现在封了路之后，那一些产业它怎么进出？出入口的时候有个高度可以做一个缓冲，然后方便我们当地居民的进出。施工单位指出，这路口伫咧磅坑甲路架路段是真危险，要甲路口封起来，是为着要维护通车了后的行车安全所做出来的决定。是封闭型的快速道路，那所以它不能开设路口，开设路口万一出车祸，它非常的严重，那尤其这边呢，刚好是处于下坡，南下是下坡，我们现在是这个东边太阳，等到下午是西边太阳过来，其实会让人驾驶的眼睛根本就看不到我们的整个号志。当地民众建议用磅坑的方式让车路通行，毋过红皮磅坑北口伫咧军方设计管制区，所以管道受到限制，无法度有关。施工单位表示，接落来会继续甲民众来进行沟通，希望讲会当找出解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到底安怎样考虑才会当一检二顾呢？咱来看阳明山内底有真侪猴，因为不时都有人会拼食食饲因，毋但讲看到人无咧惊，甚至佫会软入去人家厝。但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就配内底有入油漆弹的枪，互巡逻队对高山仔的身躯边射互因会惊。这就是要兼顾保护动物甲赶狗的用意。管理处这边也望讲，民众若佫少路经过，毋通佫再饲高山仔咯。小姐，你不要逗它好不好？你逗它，它这样咬你。几条只狗坐伫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步道，有人经过也唔惊，因为常常民众甲因饲，造成草山的狗愈来愈多，也佫唔惊人，佫走入去北投区湖山里和社区正头疼。如果是一个人通过的话，你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来2只，而且很大的猴子。很大只在上面，虎视眈眈，是真的是跑到我旁边来，我赶快跑掉，因为它太大只了。你会很害怕，但会怕。那个阿公每天在这边运动，他也没去对他怎么样啊，他就攻击他。为解决人狗的冲突，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找东海大学团队来研究，了解狗所踮的所在、数量甲习性改变的原因。调查了认为，这寡狗也无严重脱水行为，所以建议参考外原市的做法，用油漆枪之前。自11月开始，配合社区和巡逻志工经，掩过被直接射狗是射野附近危吓惊，这么狗停留的时间有变短，小可有效果。另外也已经采牌啊，禁止民众搁再饲狗，若袂当依照国家公园法相关罚3000。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上头，咱来看全国礼冠杯餐饮礼冠业的服务比赛，今年已经办到第5届了，计共有将近200个选手去报名，内底有学生囡仔，嘛有现时在职的食头路人，有影真竞争。咱做伙来看精彩比赛内容。4道杯仔第一甜好甜，着个菜只管第一支烧酒，个手旁袂当起开，车出来着个爱笑，倒啊水，倒啊说，这是全国女冠杯餐旅服务竞赛，到达已经是第5届，有无200位学生甲在业来比拼，看啥人骹手伶俐甲专业。就练很久，2、3个月有了，而且我们在学校比赛的时候还有个初选，但就是练那么久，还是会想要得第1名。速度还有水托盘水的那个出水量有没有都比较多，就看那水量还有稳定度这样。比赛唔来比旁地，有精力名称，2人一组，照顺序甲子啊、成棍、泡瓷边、球头、6宝，甲枕头放好才算完成。这段美美角角，无3、2步起来，是刺甲外高起喘。整从啊，其实要点就是要一直不断的练习自己的兴趣。那你要练就是你的，那如果你不练就不是你的，就是这样。其实现在我们旅宿业的那个基层的人力是缺乏的。那透过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可以给各级学校的学生有一个磨练的地方。那未来他们也可以投入这个职场，那也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在这个职场上来努力。透过一摆比赛，和选手互相交流学习。提升台湾观光旅社服务品质，嘛通提升餐饮服务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果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
改税改税，改文税字。永早的人俗语话讲，开饭店唔惊人大食。即摆的人唔但爱食饱，佮爱食卡，连服务嘛都爱做好到达。安尼全世界的人唔则肯来台湾观光游览。国情今日讲几句甲食有牵连的俗语，甲所有观众朋友，咱互相来探讨一下。头一句，民间俗语话咧讲做了狗嘛着师傅教。实在即句话爱换角度，角度无共，讲法就无共。咱若咧讲学了，咱讲吼，第一做了狗，熬煮食熬料理，但是第二要紧，做了狗平平共款食物件，着师傅教煮菜才会青草好食。啊，毋过咱嘛知影讲，若是家己咧讲咧，家己咧讲，就爱讲顾谦的，就爱讲较客气、较谦虚的讲法，就爱讲做了狗，毋是师傅教啦吼，这是无共款的角度，啊，总是煮食学问真深。永早的人嘛咧讲，若咧食新吼，毋通拢干那要食好鱼好肉，因为食鱼食肉，咱嘛着爱一项呢，食鱼食肉嘛着爱菜价，对啦。有当着啊吼，食着菜，咱嘛感觉讲安尼对胃肠真有帮助。毋则讲各种万项天下的万物，咱拢有法度食到腹肚内，对着咱体内有营养有帮助，你拢毋免客气，拢尽量甲食。啊，毋过讲着食精破遐，讲着食，人讲食饭皇帝大，世间煞有一款人，安怎样呢？伊食无油的菜汤，困无脚的眠床。那即句话时代无共，国政所听着解说又佫无共哦。我去编《大日大词典》内底说明讲，原来即句话是咧讲人吼，12月天困厝顶，讲号做冻霜啦。冻霜毋才会食无油的菜汤，啊困无脚的眠床。毋过国情所在，有真侪咱江湖咧走，才会演员，才会戏班，才会真出名的艺术家，伊嘛讲咱家己是食无油的菜汤，困无脚的眠床。所以毋敢讲做戏的人，演过生活世界流浪。所食所带拢是真简单，啊艰难的环境内底，才有法度开出美丽的花蕊。就是人爱捌受苦，爱捌遭遇着困难，毋才会体会讲钱歹趁，人爱搁较振作，爱搁较拍拼。啊，毋通吼，亲像有一款人，那华语所讲，迄落叫做夹金汤匙啊大汉的，台湾话要安怎讲？所以毋知影，就是讲叫做食饭卡中央的啦。有啦，有真侪人吼，毋知影世间的艰苦，食饭卡中央。啊，毋过人生就是过程，人生就是体会，慢慢仔来经验，总是眼界愈宽，所行的路嘛会愈脚步会愈窄。啊，咱换来讲，婚林大师饲蛤蟆的业者李宗灿，伊即马所行的脚步就真窄哦，因为伊连续3冬伫咧戏会所办的比赛摕到冠军，伊就是专门饲蛤蟆食好困，才有才调饲出遮肥佮遮甜的冠军ham。啊，即几年吼也申请食品安全的认证。望讲大细蛤蟆的好，会当广告互更较侪人来捧场甲学乐。连续摕到3个冠军奖杯，这嘛通证明李宗灿饲的粉药啊，品质实在是足好。因为伊自头一档得冠军迄时，就坚持使用益生菌，才通甲即寡粉药啊饲甲肥个清甜。台西香占60%，怎么可以不让文革出名？差别伊即个。较清甜啦。李宗灿讲，伊自饲粉药啊到今，除了顾品质，嘛一直修正养殖方式。佮强调，上重要的是爱友善土地，学习安怎和自然环境共处。因为大自然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它嘛，我们只能提早预防。它就是用这个益生菌啊，所以越天然的东西下去改变。因为粉药啊落尾要是食落去人的腹肚内。李宗灿除了伫养殖这部分下真侪苦心，最近嘛申请各种的食品安全认证，就是希望消费者食了通安心。酸梅贝在吸收了有毒的藻，所以人吃下去会被麻痹，所以要做这一块。台湾基本上还没有这个例子，只是我们做在前面。大细的粉药啊产量占全台湾6成，产量大，品质好，不过较欠包装和行销。李宗灿嘛讲。未来会继续推广各乡的特产，互愈侪人了解，甚至介意大细的粉药啊。记者综合报道。大细讲完，咱来看麦寮，粉林麦寮的桥头社区，近来这几年因为政人的拍拼，改变确实袂少。社区内底有志刚用过茶落去定新的批桶，佮申请政府农村再生的计划来支持大批制作，一户一户拢装上，这嘛正在庄头内底新的特色，有影真享目。
婚林北寮桥头社区，大户人家厝的门口口拢有一个生做同款的批桶，看起来真特别。这批桶拢是社区发展协会争取经费做来送互乡亲的。袂歹啊，会当放批啊，放批哈。外形你敢有介意？有，因为我们信箱来就会丢在里面，要不然都乱丢啦。我们没在家的话，现在我们社区给我们用这个信箱很方便。如果不在的话他那个信就会给我们放在这里面。因为卖了放较透，批若无随收好，有时拢会赢批，所以社区发展协会才会想讲配合农村再生计划，做同款的批桶，打造地方的特色。拄好朋友送我一卡茶者信箱，我是拄好透过水保局，来做报这个农村再生计划。全来做这个木质的信箱，靠正人的力量，这批桶嘛拢是社区的志工做的，社区共心，让社区变水搁变好。做柠檬汤的行业，都有发鸡枝头，会使啦。你属于到3工落分割切割都兄弟大家志工理事有迄个时间到3工。进婚林卖寮桥头社区已经有700多户收到啊，唔惊批乌白批啊。茶做的批箱嘛，加做地方的特色，一经一个。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阿美族一个研究野菜的高人吴雪月，伊自20当前就开始研究，唔是迄个外来种农民咧种的青菜哦，是山那内自然生团的菜色，要安怎慢来料理？吴雪月女士雇用伊的专长写册咧讲教，嘛带动部落经济发展。咱做伙来看卖。被号做野菜高人的吴雪月，投入研究山林野菜甲饮食文化已经20多年的时间。伊讲当初开始研究，定来市场问烦恼野菜相关问题，嘛对这得到真侪册本无记录的知识。我就学野菜啊。野菜。对。老板娘，早上看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枸杞叶。活力菜。已经伫黄昏市内专门卖野菜贩仔，现在头家是第2代查某囝，接手开始卖野菜将近20年的时间。面对顾客各种问题，拢真有耐心回答。尤其是家庭主妇上关心的野菜如何料理，问伊就对了。私房料那较简单就是凉拌海菜啦，嘿。要掺什么？蒜头、辣椒、豆油、香油。嘛要食酸酸的蓝醋，安尼，拌拌的就会使。那迄个情人的眼泪就较麻烦，爱先杀过洗清去，涂甲刷洗清去了，再炒卵，甲卵落去炒，嘛会使凉拌，对，迄是较高工啦。对，我现在比较会要吃他们的会尝试他们的野菜。因为其实野菜说实在一点的，在跟我们一般种菜来讲，他们比较没有撒药。现代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大量种植的外来种蔬菜。现在经过各方的努力，来带头买菜民众一个接一个，伫市内就会当看出野菜推广的成效。记者杨淑成、林宏明采访报道。咱同齐过来听南管，人拢讲南管的乐真雅，内底的书学问嘛真饱。河北科技大学近来就邀请台南市延平社区的南管社入去学校表演，望讲学生囡仔了解甲欣赏这款将近要失传的文化艺术。咱来听看卖。好听精彩的南管表演，互人听甲入神。为着互学生感受甲现代无同的音乐，云林河北科技大学特别邀请台南延平社区南管社来演出，嘛邀请社区时代做伙参与。南管的音乐啊，它的字是会拉长音的，然后我们平常在听的流行歌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庙会都是北管比较多，比较热闹，可是这个就南管就感觉就不一样，比较静、比较柔的感觉。较迄个传统的闽南的这种音乐，互听起来非常在30、40当前的这种情形哦。
南管是一种结合文学甲文化的音乐，唱的歌词甲内容拢甲古早时的诗词做结合，不管是词也是曲，拢甲现代真无共款，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在文学性的部分呢，早期的一些南管的音乐家会把古代的诗词融入音乐之中。那在现存的南管的音乐的曲子里面，也可以看到早期宋元南戏的一些音乐的歌词。就是希望虎科大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地方之后，能够关怀在地，然后去做一些跨世代的交流、同理和互动，然后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好尾科技大学邀请南管社团来表演，除了趣味，嘛希望让学生透过音乐认捌历史、关心在地，把传统文化代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国际上的新闻。菲律宾的南平昨发生规模6.8的大地震，地方政府表示讲有一个6岁幼囡仔去互放落来的厝顶地死。不过，若照美国 CNN 的报道，所在已经有3个人不幸死亡。菲律宾这站不时的地震，昨是最近2个月第5摆大地震了。地震摇到正大，电线拢又加烧拍电爆炸，餐厅内面的民众赶紧物件塞就走。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15日昼又发生地震，震央伫个总统杜特地故乡纳毛市附近。地震甲游泳池的水又加袂输到海泳，建筑工地大型机具也个钢筋也摇来喊去，真危险。美国地质调查所本来讲，这件地震的规模是6.9，深度28.2公里，要修订到规模6.8，深度22.4公里。好佳在无引发人亡影。地震造成几多栋建筑物倒去，学校的建筑物也受损。有一个6岁查某囡仔伫家己的厝内被地死，也有几多人受伤。咱外交部讲，目前无台湾人伤亡。这是菲律宾最近2个月来第5件强烈地震。10加11个已经发生4件规模5.9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当地政府已经派人救援，也讲灾区即马欠水欠食的加保暖用品，希望外界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比利时有一个智商悬达145、9岁查甫囡仔，本地是这个月会当摕到荷兰大学电机工程学士的学位，打破过去上少年就按大学出业的世界纪录。不过因为伊的爸母和学校这边到底伊当时要毕业的日期超袂好势，所以决定要让这个囡仔直接去美国读博士了。今次世界纪录上少年的大学毕业生是美国的迈克凯尼伫1994年摕到。今年这个小天才的年纪是10岁4个月。这么比利时的9岁查某囡仔劳伦西蒙，本来计划要伫咧12月摕到荷兰安和芬科技大学的电机工程学位，改写新的世界纪录。不过10号媒体上新的报道讲，西蒙已经自荷兰这间学校退学。Ja, eigenlijk mijn droom voor de toekomst dat is eigenlijk kunst gaan maken. Dus eigenlijk waarom ik deze droom heb is om allemaal open om mijn hartpatiënt te zijn. 退学的理由是家长甲学校对西蒙的毕业日期讲袂好势。学校认为有真侪考试爱完成，上好的毕业日期是2020年的年中。不过西蒙的父母坚持就爱伫咧伊10岁生日，也就是12月26进前摕到大学学位，若无就不爱读。学校伫声明中讲，西蒙有正罕见的才能，也不希望做家长的莫互一个9岁囡仔伤过大压力。西蒙要赶伫咧10岁生日进前完成所有的课程，而且也怪有观察力、创造力加陪伴性分析，是无够实际代志。He's maybe 3 times smarter than the smartest student we've ever met in our career. 西蒙的老爸亚历山大甲媒体讲，学校捌批评伊想食互囡仔伫咧媒体前出现。伊是质疑讲，为什么一个有骹球天分的囡仔得到媒体关注，大家感觉真赞。不过有特殊才能的西蒙未当有共款的言语。Kijk, wat hij nu doet, is eigenlijk spelen hè, met onderwijs. Moet je niet serieus nee. Dat is stoeien wat hij nu aan het doen is. Dan denk ik bij mezelf, ja, en eigenlijk, wij vinden dat ook prima. Want 西蒙的老爸接受 CNN 采访时阵讲，美国有一间大学讲愿意和西蒙直接读电机工程博士学位。西蒙无时间伫咧2间学校之间走来走去，不过也未到这间美国大学确定去读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联合国拄伫咧西班牙主办完成的气候变迁会议内底，有一个乌克兰的导演用漫画创作出一个主角，名叫做加比，伊要宣传环保的理念。
尤其这支影片内底布景，拢总是塑胶类的粪扫落去制作出来，有影真尽心、真顶真。 She has consumed day after day. It seemed okay along the way. But now the time has come to pay. 住伫塑胶城中的咖比娃娃，为了求生存，逐工都爱甲塑胶怪兽对抗，好名叫做咖比，其实就是芭比娃娃甲粪扫的英文名，咖比剧的结合。 片中的咖比娃娃代表消费主义者，伊的生活模式制造了环境污染。Barbie is to dress her in different clothes, to get many cars, like many car houses, a lot of stuff. So for me, she's symbol of consumerist lifestyle, and like kids learn from the toys. 咖比娃娃的冒险拍片周边全部拢是用粪扫制造，用了大约1000个塑胶组合，有会当回收的，甲袂当回收的，无另外阁用材料做道具。像松林的部分周边是用塑胶漆面做的。 Даже за собой не убирают. Они хотят это спрятать, они хотят от этого избавиться, да. Им неприятно, но они это прячут, они не делают это осознанно. Дети даже, которые поменьше, вот они даже боятся, они понимают,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страшно. 导演尤迪想要借着娱乐效果传达环保的信息。若讲一天大自然全被塑胶饮料，敢是就像咖比同款，连蔬菜动物啦，拢变成塑胶的塑胶丛林来找无路，行咧行咧，都被突然飞来的塑胶袋啊砍着头。A lot of garbage. Save yourself if you can. 即马塑胶片场对外开放参观，也提供咱人对未来可能的样貌有了无同款的视野。一位民众就表示，咱敢是要继续伫无珍惜环境资源的模式之下过生活。导演尤迪希望咖比的故事会当有系列续集，当然人类的现实生活上好也会当永续。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甘宝街，世界出名的风景地区昂果沃，遮有一间餐厅，内底伫咧卖包汤拖的美国挂包、汉堡。 芳内底有狗狗虾、芳牛啊，甚至佫有蟋蟀啊。虽然听着是有淡薄仔恐怖，毋过捌食到的人却拢讲气味也袂歹呢。中部西伫咧料理的拢是糖，像这盘是规只鸡仔，也佫有这盘是煎猪肚。柬埔寨这间糖糖咖啡开伫咧真有名的景点吴哥窟附近，是当地第一间昆糖餐酒馆。 In fact, in this place, we want to show that it's possible to make quality cooking with insects. 业者讲，伫柬埔寨食糖是真普遍，不过大部分拢是用煎的。因即马结合餐酒文化，餐点包括牛仔蚵仔丸、茶西斯拉、糖虾加高价芳做的糖糖大麦克。I just like trying something new, and you know,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you get back home. So I'm like, while I'm out here, I thought I've got to try it. 糖糖咖啡伫咧网络有真侪好评，不过食糖敢好。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2013年的报告讲，糖有脂肪、蛋白质、维生素，营养价值袂歹。Insects have a huge potential for both feed and food. We're already seeing developments in terms of using insects as animal feed, and also being incorporated onto menus and into processed foods. 科学家鼓励食糖，除了营养价值悬，伫咧饲糖的时阵对环境的伤害也较低。佮加上联合国估计，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成长到97亿，到时可能会发生粮荒，糖会当成最新的食物来源。不过营养师讲，有一寡糖有毒，也可能引起过敏。如果没有炸熟、没有破坏的话，可能是会对身体有影响，这个就不可考。像蝎子好了，大蝎子，但是它那个毒有办法破坏吗？所以你要看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因为蛋白质通常会造成身体的过敏啊。那如果你一开始的量吃太多的时候，可能就那个蛋白质会造成身体过敏反应会过大。营养师讲，食正甲熟无毒的糖较好。若是用拌的，除了有毒，也有细菌的问题，所以要食糖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各地头多数拢是好天有云，啊，毋过暝甲日温度嘛是差袂少。早暗会加到16至20度，啊，日时的高温是会超过26度，有的地头甚至会落到28、29度。中央气象局嘛表示讲，这回好天会保持到拜2、拜3过，东北风就会搁再透，北台湾会反冷。下半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20度到28度。中部这边20度到28度。台南、高雄、屏东23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2度到27度。金马澎湖18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